沙瓦利卡，咁我依家咧就身處於葵涌嘅泰國通啦。咁呢度咧除咗可以買到一啲佛牌啦、佛具等等之外咧，其實咧呢度咧亦都係一個比較大型啲嘅一個泰國佛堂嚟㗎，可以俾唔同人士上嚟呢度免費參拜㗎喎。因為咧潑水節咧，除咗可以用乾淨嘅水去互相祝福之外咧，其實咧都有一個浴佛儀式㗎。咁不過喺我哋講緊浴佛儀式之前咧，我哋先認識一下潑水節當日可以見到啲咩佛像先。當中咧，我覺得比較特別嘅咧，就係呢9尊嘅升旗佛啊。咁除咗香港比較少見到啦、少聽到之外咧，其實咧大家亦都可以按照自己星期幾出世而去參拜嘅喎。咁當中咧，星期三出世嘅朋友咧就要注意啦，因為星期三咧佢係分咗早上咧同晚上2尊佛像嘅喎。而當中咧有一個佛像咧就係俾啲唔知道星期幾出世嘅朋友去參拜嘅。咁浴佛儀式嘅步驟咧，首先咧你要雙手合十啦，之後咧就要載住一啲乾淨嘅清水咧，向佛像嗰度慢慢淋水。咁過程之中咧，你要喺心入邊許願啦，或者係祈求平安咁樣啦。最後咧再做多一次雙手合十呢個動作咧，咁就完成噶啦。咁浴佛儀式咧，除咗可以用乾淨嘅清水之外咧，其實咧亦都可以喺佛像上面咧貼上一啲金箔去許願啦，又或者係祈求平安等等嘅。咁當中嘅步驟咧，其實咧都係差唔多嘅啫。總括而言啦，浴佛嘅過程咧，最重要咧就保持尊重啦、虔誠嘅態度去進行㗎，要有恭敬啦同埋感恩嘅心咧就可以㗎啦。今次咧就從一個文化嘅角度咧同大家分享喎，就並唔係要求大家去迷信嘅。如果中意呢一條片嘅話，記得喺下面俾個 like 個 like，我哋下一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